南投草屯的南开科技大学举办着银发养生的厨艺比赛，邀请到美食节目的主持人陈志峰来做评审，鼓励选手发挥创意，做出着适合老大人会当食的餐点。 来自全国大专以后参与学生接受专业评审团检视，努力展现煮食功夫。要考虑到那个老人们的可能牙口比较不好，或是可能钙质或是一些营养值比较流失。那我们希望就是说，我们做出这些菜肴可以去贴补他们的营养成分。随个人化照顾和养生餐饮哪来哪受重视。草屯镇南开科技大学举办煮食比赛已经办到第3年。在咧比赛内底，除了要注意适合老大人食的健康料理，同时嘛需要加入职能检判食材文章。希望所有的选手在运用食材上头都能够用当地节能减碳。透过煮食比赛，选手会当互相交流，做出更加侪关心老大人营养健康的好食餐点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